大王不好，又有追兵来了！追上了，追上了！他们就在前面不远处，已经追上了。太好了！看你还能往哪儿跑？好了，这下连退路都没了。义渠君，后不后悔跟我趟这趟浑水？为了你，我死而无憾。下马，拜见大公主。以后，继儿拜见大姐姐。都是一家人，没有那么多礼数。主人皇歇拜见以后。皇公子人中龙凤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快起来！微臣拜见义后。国相免礼。臣有罪，罪不可恕。幸亏你昨日连夜派人送信，让我知晓内情，难得国相费心。李夫人福慧双修啊，虽然遇险，却大难不死，否则郭某百死莫赎啊！快起来吧。米夫人容谅，老夫来晚了。老夫及身边人对贵人多有怠慢，实该肉袒夫妇，向夫人请罪啊！米夫人打算离开燕国，但你与义后多年不见，必要共话旧情。不如随老夫暂回边城驿站住上一夜，明日义后略备薄酒，与夫人叙旧，然后再走不迟啊！走与不走，留与不留，全凭你自己做主。
既然如此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大姐姐，好香啊！这是川飞龙肉，据说只有辽东才有，别处难得一见。飞龙是什么东西？飞龙是一种珍稀的鸟禽，肉质滑嫩，味鲜醇，用它烹制汤水清澈，味极鲜美。这炎炎夏日吃一碗热的汤水，虽大汗淋漓，却能解暑降温，以热制热。继儿说的没错，以热制热也是养生之道。今日的厨人是我从当地请过来的，据说这飞龙非得如此清汤烫熟，否则便会失味。果然难得。前番你跟继儿在燕国受了很多苦，都怪我没能及时相助。昨日若无你及时赶到，哪能保我和继儿平安？但令人意外的是，郭国相也突然对我们母子改变了想法。但无论怎样，我都要谢你。你不知晓国相为人，他向来多变，只有对燕国利益权衡恒久不变。有些事情也不能全怪他。这么说，这次国相变了，也与燕国利益有关？米夫人可知秦王淫荡没了？昨日听说了，堂堂一国之君亲自举鼎，他以为自己是天生神力，无所不能吗？这老鸭汤的料都备好了吗？拿点白菜来。在那边呢。照您的吩咐，老鸭已经洗净，莲藕和红枣也备上了。把那老鸭、莲藕和红枣同时下锅，小火要炖2个时辰。哦，知道了。拜见大人，请问大人有何吩咐？忙去吧。是。快去吩咐人多抱点柴。是，我这就去。把这盘子鹿肉给前面端上去吧。啊，好的。哎，看看锅里的肉糜熬烂了吗？早烂了，可以熄火了。哦，我先把那酸梅汤给贵人们送过去。大人，站住！你这碗里所盛何物？给义后和贵人熬制的酸梅汤。酸梅汤？啊，大人。你是本地人？啊，奴婢是本地人。你的烹饪手艺肯定不坏呀。哦，奴婢家里头祖传秘制酸梅汤，这边的小城人人皆知。酸梅汤不过是用乌梅、山楂做原料，再加蜂蜜调味。哎，你的酸梅汤难道有何特殊之处啊？哦，奴婢的酸梅汤里啊，再加五味子、大枣、薄荷叶这些辅料，味道的确不一般。果然是秘制。想必这等手艺的报酬，价格不菲啊。官爷打趣，只是糊口罢了，哪里说得上不菲2字？你这话不真。你头上这只金簪子绝不是普通人家的物件，手工如此精致，看着像是宫里头的东西。那是奴婢婆婆给的，算不上稀罕玩意儿。官爷若无他事，奴婢暂且告退，前面还等着奴婢伺候。这盛夏之日，你这般辛苦，不如喝碗酸梅汤再走。这汤是给贵人们准备的，奴婢哪配？我说你配，你便配。大人，国相爷让你喝，你岂敢不喝？国相爷，喝吧。你说过，
这秘制的酸梅汤味道不一般，你是在这儿喝呀，还是到大牢里喝？国相爷，国相爷饶命啊！国相爷，国相爷饶命！国相爷，继儿吃饱了吗？我的肚子都快撑破了，好久没有吃这么好吃的饭食了。大姐姐，我都出汗了，这就是所谓的以热制热，对吗？母亲，我可以出去吹吹风吗？去吧，别跑远了。知道了。继儿明慧有王者之相，梦莹有负于你们母子。你有你的难处，何况当年是我先对不住你。苏秦已将事情原委告知于我，其实我不该怪你。过去之事不必再提了。那你眼下作何打算？我想取道齐国，再回楚国。你为何不回秦国？你知道原因。就算芈姝记恨你，可她唯一的骨肉也已经没了。眼下楚魏未定，而你还有继儿，你就有更大的胜算。在后宫，我见过多少人为了那个王位赴汤蹈火，奋不顾身。我不想让继儿在争斗中被碾杀。继儿聪颖好学，仁义又有才华，只要你肯，必然有人愿意帮衬。什么人能如此好心？比如诸国当中不乏有识之国君。天下没有白吃的膳食，诸国帮我，只怕都是为了讨要好处。我若应下来，也是割肉补疮吧。可继儿是王室儿女，命里就是要争的。那就等他长大了，有了去争的心性和实力。暂时不回去也好。如今淫荡已死，秦国诸公子争位，情形只怕比当年燕国更糟。想来会后芈姝此时在意的，一定是如何保住母后的位子，不会再有心为难于你。你不如先在燕国安顿下来，我让大王赐你们母子一块封地，你可把楚国、秦国的亲人都接过来。继儿还小，你可在燕国安心抚养他长大成人，招揽谋臣死士，以待将来，如何？你一心想回楚国，不会是因为那黄公子吧？我已经辜负过他一次，绝不能再伤他的心。黄公子难得人才，若能留在燕国辅助大王，也定可大展宏图。谢大公主好意，我了解子歇为人，她绝不会留在异乡为他国驱使。我还是与他一同回楚国。我的话都出自肺腑，你再好好想想。我说过，走与不走，留与不留，全凭你自己做主。夫人，天气炎热，厨房给夫人送来了冰镇的酸梅汤，以解暑气。放在那儿吧。等等，前面议后那边有什么消息？议后，今日议后，不是安排酒水盛宴，宴请那些贵人吗？前头不归婢子照应，婢子不清楚。滚！快滚！这里都是些什么人？一问三不知。
酸梅汤味道如何呀？这等穷乡僻壤之地，哪有什么好喝的酸梅汤？但对夫人来说，无论好坏，一口就够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可惜啊，糟蹋了那秘制的酸梅汤，汤勺上涂了鹤顶红，多么好的汤水，都会变味道的。你这个老不死的，你竟敢毒害我！米音，你胆大妄为！你用那鹤顶红，不仅要害芈月母子，还要取义后的性命。我要是不下手，这燕国就要毁在你的手里。你怎么知道有人出卖了我？是你！我早该下手！是你这个贱人！别怪罪他人，沉水入火，自寻死路，凭谁也拦不住。你是我夫君，为何不与我路里同行？不错，我是你的夫君，但我更是燕国的国相，不能为了你与燕国为敌。多亏义渠军的人马相救护送，为其报答，怎么就不辞而别了？过2日你不也要走吗？来的时候没给你打招呼，走的时候也就不用了吧。子歇和我会铭记义渠军的这份情谊。我不要他记着，只要你记着就行。夫人，以后有用得着我们大王的地方就来找我们。多谢。谢什么？那说明你心里有我们大王。哎，夫人不要多心啊。咸阳城东市有个姓梁的皮毛商贾，他是我们的人，如果有事可以找他传话。义渠军走了以后，这驿馆里显得空落落的。可不是，这些日子与他们一路，整日闹哄哄的。可他们一走，又觉得太冷清了。明日我们启程，子歇去准备路上需要的东西了。从齐国到楚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赶紧收拾东西吧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夫人，刚才我去后院听驿馆的驿丞说，郭国相的夫人昨日突然死了。那个歹毒的女人，天报应，早就该死了。她死了？慧儿，你听真切了吗？慧儿听得真真的，说她是得了什么急症，郭国相好伤心呢，已经向大公主禀报，回去办理丧事了。母亲，你怎么了？那个女人蛇蝎心肠，把我们害得好惨。她是罪有应得，可你知道吗？她也姓芈，也是楚国人。她是母亲同父异母的姐姐。我想一个人待会儿，你们先出去吧。是夫人。
大人来了。拜见夫人。雍大人，快请起。夫人，大王驾崩，臣奉命迎公子季归国，商议立新君之事。你是奉何人之命而来？臣乃奉嬴夫人之命。嬴夫人？是，还有朝中许多重臣，都期盼着公子季与夫人回国。秦王嬴荡虽然已经驾崩，可先王留下10多位公子，就无人可立吗？据传，王后未有了身孕，但因不知男女，秘书想推举胆小懦弱的公子壮为新君。朝堂上渐渐分歧，如今已乱成一团。诸公子为争位，无人甘拜下风。刚得到眼线急报，列国纷纷派出人马前往秦国边境，打算趁火打劫。我大秦眼看就要支离破碎。如此险象环生，无人主持朝政吗？坏就坏在主持朝政的秘书身上。我在路上听说，本来诸公子在朝堂之上也只是口舌之争，没想到秘书和甘茂定下毒计，以一只桃子作为诱饵，挑逗叔和公子辉与公子华争夺王位。于是，宣誓殿演变成诸公子的练武场。公子辉血溅舞步，当场毙命。本来诸公子齐聚咸阳，就危机重重。这种关头，只宜安抚，岂可挑起杀机，自招祸患？大秦之乱，就始于秘书的私心。他只想弄个人在大王的位置上当摆设，由他来把持朝政。那公子华是公子当中实力最强的，为拉拢人心，他已在封地恢复旧制，旧族们对他拥戴得很，他岂肯任凭惠后摆布？眼下怎么样了？诸公子人人自危，一夜之间纷纷逃离咸阳，回到各自封地，拉拢朝臣，招兵买马，领郡县与各路王军对峙。而咸阳军中又分成雍公子壮和惠后派，及雍公子华和魏氏一派。更有甚者，怎么？巴蜀之地因蜀侯辉猝死，再起叛乱，而义渠那边所占的几10个城池也一起反了。这么说，秦国已经四分五裂，狼烟遍地。各国诸侯都认为秦国已经完了，他们不愿意再浪费自家的军力，所以将人马纷纷驻扎在函谷关外，坐山观虎斗，看着秦国自相残杀，盼着秦国实力自我耗尽，打算在最后一刻冲进去，瓜分秦国国土。黄公子，这些都是什么人？雍瑞雍大人来了。雍大人来了，他来做什么？既然魏仪有孕，父子相继，也算是正理。芈姝执意不肯，大约是怕魏仪之子被立为大王后，魏仪成为母后，而他只能成为祖母，大权旁落。武王后身后有魏夫人支持，公子华又手握重兵，更加上魏国的干涉，芈姝的担心有其道理。芈姝的身后有楚国的势力，而诸公子的身后亦或多或少有诸国势力的身影。秦国的江山就要被他们分食一空了。夫人，大秦朝不虑夕，全凭夫人和公子出手力挽狂澜。此话怎讲？雍大人，你不远万里来找我们，岂不知我和继儿的身后却是什么都没有，空空如也。夫人或许不知，先王临终前曾有一道遗诏托付给嬴夫人，说若来日国中诸公子争位，当立公子季为王。你说什么？夫人，难道猜疑雍瑞的话有伪？
些时候，秘书曾将我百般折磨，追问遗诏之事。看来这是真的了。夫人，先王既有遗诏，又主意于夫人与公子季，大厦将倾，夫人理应承担重任。雍大人诧异，秦国已经危如累卵，你等怎可把这擎天之任推卸到这妇孺之辈身上？这不是让他们文力负山吗？这实属万般无奈。雍大人，你可知道月儿母子在燕国是九死一生啊？若是他们没有活到这个时候，那这道遗诏又让谁来接呢？若真是如此，那也是大秦的气数。自从秦王嬴荡继位，早已埋下了祸根。大秦的气数要尽了，不该再拿他们母子的性命去殉葬了。皇公子误会我等之意了。你等之意，只是计较秦国的得失，根本没有为他们母子真正做打算。公子对夫人情深意重，可雍瑞也非暗世其心之人，怎么可能看着夫人白白去送死呢？好，既然你等在为他们做打算，那就说说你们的打算。月儿母子一无兵马，二无封地钱粮，就算是有这道遗诏，若是朝中无人奉诏，那也是无用啊。朝中臣子都是先王亲自选拔，对先王忠心耿耿，人心趋利。他们对先王忠诚，那是先王可以给予他们荣华富贵。而如今呢，众公子争相拉拢他们，若是手上没有一点足够的筹码和他们交换，谁会真心在意他们母子？楚离子，如今怎么样？楚离子东奔西走，四处调停，心力交瘁，如今已病倒在榻。这就是出离子一心一意追求的政局安稳，内乱不治，外患不平，却姑息武王和弄臣，排挤忠良，妄求平稳，如今也是自食其恶果了。我离开咸阳时，曾见过楚离子。他说什么？他知道我要来燕国，什么也没说，将通关符节给了我。恐怕这咸阳城上上下下，大秦的朝臣们，真心真意能为月儿和继儿着想的，只剩你、魏冉和司马将军了吧？魏冉是司马错将军的心腹，这些年他们东伐西讨，征战无数，在军中颇有些威望。我雍氏虽不是大权在握，但也是大秦的弑勋之臣，与其他家族有些往来。这是杯水车薪呐。还有，魏冉当年曾和赵国国君父子一同护送义后入燕，私交甚好。芈夫人与义后也是情谊深重，也许到时候燕国和赵国……秦人争位，不要指望借他国兵马相助，否则的话，纵得王位，却可能输了江山。雍大人，你能保证你带月儿母子回秦国是条活路吗？雍大人见谅，我已备好了马车，明日一早带月儿母子接到齐国回楚国。月儿母子身单力薄，难担柱石之计，委屈雍大人白跑一趟。微臣明臣启程反秦，雍瑞深知夫人非一般妇人之见识，苟利国家，不求富贵，还望芈夫人救国救民于水火，携公子季与微臣一同反秦。我伺候夫人洗漱歇息吧，明日还要早早上路呢。是啊，我们该走哪条路？夫人心里没有主意吗？往东南是回楚国，往西是回秦国。夫人就只能走一条路。若是让你选，
你会选哪条？香儿选东南，回楚国。香儿离家多年，想回家了。树高千丈，叶落归根。夫人不也曾梦回楚国吗？如今又有了黄公子，我们跟着他，可以在楚国安身立命，顺顺当当的抚养公子长大成人。你也这么想？黄公子与夫人情投意合，我们看着心里高兴。继儿睡下了吗？早就睡下了。公子今日在仿写7国不同的文字，看他把这案几弄得乱乱的。你先放那儿吧，我还想再坐一会儿，一会儿我来收拾。你也累了一日了，快去歇息吧。夫人也早些歇息。去吧。光这个马字，7国就各有不同的写法。想要征服列国，征土地容易，征服人心，却因为文字、货币、度量衡的种种障碍难。只要统一了疆土，再想统一文字、统一度量衡，也不过是岁月光阴的事情。习俗一致了，人心自然顺服。这是寡人的志向。芈月，你可愿意陪寡人完成这个抱负？但假若有一日，大秦需要芈月扶持，你万万不可以再推辞。大王，女儿羞愧，女儿有负你的期望重托了。继儿，我们要上路了，你怕不怕？母亲不怕，继儿就不怕。可万一母亲选错了路，你会不会怪母亲？不会，母亲选的路就是继儿选的路，母亲去哪，继儿就去哪。
亲，对不起，花公子。母亲，你别哭了。母亲不能不哭。母亲有一次辜负了花公子，上次因为你负我，这次因为秦国。母亲欠他的情太多，我一生的眼泪都还不完。子歇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母后，怎么样？见到魏国使臣了吗？魏国使臣说，只要秦国答应将上郡15县还给魏国，魏王就可以放弃对王后和公子华的辅助。上郡15县，太过分了！不行，他们这是落井下石、乘人之危。不过，若是魏国真能倒向我们这边，倒也可作为暂且之计。那使臣说了，魏王就算放弃王后和公子华，也不会站出来推举我为秦王。他要扶植在大梁做人质的公子瑶。魏王为何选中公子瑶？他生母低微，本人也不甚出色，才被先王送去做人质。说不通，根本就说不通。那使臣说，魏王要的就是这样的秦王，不甚出色，却很听话。那公子瑶在魏国多年，对魏王言听计从。魏王叫他去东，他绝不会去西。就什么？就跟我一样。你简直就是个废物！滚！母后，还不快滚！给我滚下去！母后，公子还不快快退下，再气着会后。哦，干相，公子庄。会后。干相免礼。怎么样？找到处理子了吗？他不在府上，据说出城去了。哼，这些日子每让他进宫，他就称病，已经许久不出门了，怎么突然病又好了？据微臣所知，王叔养病，并未闭门谢客。他府上各路朝臣人来人往，热闹得很。前些日子还亲自送雍瑞出城，前往燕国。他们这是想干什么？微臣猜测，他们是想把芈月母子接回秦国。大胆！质子无照回母国是大罪。会后，武王已没，此刻秦国已无王无君啊！想想雍瑞与嬴夫人的关系，他亲自出马，必定和那遗诏之事有关。都到哪里去了？眼下会后秘书占着咸阳城的王宫，魏仪和魏夫人带着一批公子华的人马，占了咸阳城外的富阳宫。各路兵马日日杀进杀出，如今城中的住户都逃到城外去了。我这一路走来，各郡县封地都在各自为政，封路割据。村村镇镇人心惶惶，
天地荒芜，极世凋敝，满目疮痍，心痛啊！这一切都是老夫的罪过。楚离子能幡然悔悟，总算不晚呐。永瑞和米夫人已经离开燕国多日，如今到哪儿了？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赵国和燕国原先答应好护送米夫人他们入函谷关的，但是米夫人知道没有白得的好处啊，所以婉言谢绝了。这太危险了！听说会后已经派出多路王军，在通往咸阳的各条路上严加盘查过往车辆和人员。蜜月母子要回来的消息，大概让他们也知道了，所以我也让魏冉将军带人前去迎候。眼下大秦的确也只能指望他们母子了。唉。姑母，华哥哥来信了，说是这2日情形不大对头，朝廷派了不少王军在各条道路口设了关卡，好像在抓捕什么人。不是针对我华儿或其他公子的吗？不像是。那是在抓谁呀？听说芈月带着公子季回来了。芈月回来了？据说是朝廷的一些老臣派人把他迎请回来的。这个时候迎请他回来，那一定与那道遗诏有关。姑母说的是，自先惠文王去世之后，宫里出现了不少古怪事情。先是穆坚莫名其妙的死了，后是那会后又派人将成明殿掘地3尺。据当事人说，起因都是那道遗诏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应该让那当事人这些日子把眼睛瞪大些。说起那当事人，姑母在他身上花费了不少，他靠得住吗？出卖主子的奴才全都靠不住。我们要的是他做我们的耳目，而不是他的忠心。姑母在想，芈月回来了，没准儿他能给咱们帮上大忙。当年芈月对我华儿颇有好感，还在大王那儿力荐华儿为太子。眼下我们与交房殿之间的实力在伯仲之间，既然这芈月和芈姝已成为死敌，若能与咱们联手，胜算岂不大了许多？
走吧，走吧。快来人，有刺客！这些人都给我清理了。是。这，雍大人，我姐姐呢？在马车上。小冉，姐姐，继儿，舅舅，舅舅，这一路，我的心一直悬着，见到了你，这心才落了地。听说姐姐和继儿一直遭到米数人马的追杀，你们能安然无恙，总算是大幸。幸亏雍大人一路照应，他已经受伤，能护送我们到这儿，实属不易。多谢雍大人。此地不宜久留，照约定，我自和陪米夫人去北郊行宫，你我分头行事。雍大人放心，司马将军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。继儿跟着我走，姐姐就拜托雍大人了。就此别过。继儿，走。会后，会后。怎么样？没抓住。你的人都是废物，就那么几个人也抓不住，跑哪去了？芈月和雍瑞的人马没进咸阳城，他们冲北郊行宫的方向去了。行宫不是有王军把守吗？会后，雍瑞是朝中老臣，王军里一定有他的人。都监，冯甲，即刻带人跟我去北郊行宫。是。夫人，英夫人，芈夫人，雍大人，恕我腰疾未愈，不能起身相迎。夫人无需多礼。夫人，你受伤了？啊，一点箭伤，不碍事。夫人脸色很不好看。大人走后，夫人担心大人和米八子的安危，日夜难眠，常常一坐就是一整夜。王军包围了行宫，会后3天2头派人前来搜宫。太医院忌讳会后，不敢派人来诊治。夫人的腰疾一日比一日更重，如今连走路都困难。行了行了，你别啰嗦了，快拿金枪药给大人疗伤。是，不碍事的。大人请随我来。去吧。1时3刻，我闭不了眼的，快去吧！那我先去了。芈夫人，来，过来。时光荏苒，我们又相见了。夫人吃苦了。别这么说，我这条命能撑着挨到今日，就是为了你。不用问，我也知道，你这1年来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的煎熬。换做别人，早就心灰意冷。你肯来，有胆量来，这说明先王总算是没有看错人呐。迎夫人谬赞，芈月不知是否担得起这份责任。先王留下了遗诏，传位于公子季。当日只是以备不时之需，
若不是因为淫荡愚蠢自闭，秘书勾结权臣，弄权误国，害得大秦四分五裂，这道遗诏恐怕永远都不会面世。我说到这些，你是不是觉得有些委屈啊？天命不可违，芈月无怨言，只是要将秦国社稷江山担在肩上，芈月战战兢兢，无比惶恐。无论什么样的周折，该是天意。会后绞尽脑汁猜测，那先王的遗诏会藏在哪里？其实啊，这先王的遗诏就藏在我的身上，它可比性命都要宝贵。你要保护好它。芈月明白。将军，看见有人进去了吗？没看见。看见了，冲进去！夫人，他们在砸宫门了。夫人，我们赶紧走，我们快走。不，我不走，你快带芈月走。殷夫人，我已经完成了先王的而你却任重道远，别让我这老夫给你们半手半脚的。殷夫人何出此言？我能活到今日是命数，在我所有的兄弟姐妹当中，除了初离子这个幼弟，全部先我而去，有他们在那边，即便是今日就走了，我也不会觉得孤寂。我虽为女子，为了秦国的江山社稷，该做的我都做了，无愧于列祖列宗。1、2、3，1、2、3。夫人，你们护送芈夫人、雍大人即刻出宫，不得耽搁。是，我留在这里，多少能够拖住他们一阵。殷夫人，记住，公子姬登基之日，别忘了给我焚炉香，报个信啊！你我就此别过。有一日到了那边，再笑谈长夜。此时秦国危在旦夕，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。芈夫人，快走吧，快点，带他们2个人走，快走！芈夫人，我们走吧。芈夫人，快走！夫人，快走啊！夫人，夫人，走吧，走吧。殷夫人，芈夫人，快这边走，快走！芈夫人，这边请，这边是龙象郊外。嬴夫人，芈叔，1年未见，你令人刮目相看。我一直不愿相信，一个荒郊行宫的弃妇，会隐藏着什么天大的秘密。没想到，事与愿违。我与先王乃是亲姐弟，我知道先王一生中的全部秘密。你所说的秘密，只不过是我与他之间的又一个默契而已。先王临终之前交代我一些事情，如今我已经把他办妥，可以随他而去了。你这是谋反叛逆！谁在叛逆？谁在谋反？你该最清楚。我是惠后，你应当臣服于我。哼！你
会后息怒。眼下还是追查芈月的下落更为重要。我问你，芈月在哪儿？先王的遗诏在哪儿？你要先王的遗诏做什么？我是先王的遗孀，先王的遗诏自然应当交于我。真是好笑！我若即刻拿出这道遗诏，你真的准备奉诏吗？糜夫人，快！雍大人，行宫着火了。那殷夫人她……殷夫人她随心所愿了。快走吧。这个时辰，公子季和魏冉应当已经平安抵达他们的驻地了。希望能遮人耳目。那地方荒僻，魏冉一直在那里屯兵操练，都是自己人。那就好。只要芈月能从嬴夫人那拿到遗诏，我等就可以召集老臣商议继位之事。大人，北郊方向忽然起了大火，半边天都映红了。北郊？会不会是北郊行宫啊？坏了，芈月到那里去与嬴夫人会面，难道出了差池？快，派人前去查看出了何事。是。你看，那边那条小路，一直走下去，就可以跟司马错将军的人马碰面了。好。什么人在那边？李夫人，你们是何人？好，将军不要误会，我等是来接应你的。你等奉何人之命前来接应？是左相出离子。谁呢？李夫人！怎么还没醒啊？谁知道啊？也该醒了。妹妹，妹妹，你醒了！哎呀，真是老天有眼呐！姐姐都快担心死了。糜夫人昏睡不醒，姑母都守了夫人大半夜了。妹妹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？啊，这是咸阳城外的富阳宫。妹妹放心，在姐姐这儿保你平安无事。彩屏怪，扶夫人起来。是。
我怎么会在你们这儿？昨夜北郊行宫着火了，派人去急救，正好赶上你的人马和会后的人马打成一团。会后的人马？是啊，他们冒充出离子的手下，让你们猝不及防。我的人发现你被抓了，就把你给抢回来了。雍大人他们呢？雍大人？哦，雍大人他们在混战当中和我的人失散了。那可有人去打听雍大人的下落？去了，只要有了雍大人的下落，立即告诉夫人。当初跟妹妹分开后，心里时常惦记。听说是因为会后的威胁，妹妹在燕国也是受到了燕国国相的百般为难。可恨的是这山高水远，不能相救，真是令人伤感呢。多谢魏夫人挂念。我在燕国，一切都好。不光是我，怡儿对你也是深有担忧呢。要不是因为那会后从中阻拦，怡儿一直都想劝说武王把你们母子接回来呢。是啊，姑母说的都是实情。武王后虽有身孕，但容光照人，想来这腹中胎儿倒是没有拖累你。武王并天，百草凋零，魏王人苦撑大局，实是左支右绌。若不是因为这腹中的孩子，我早随夫君去了。唉，我怡儿可怜呐。好在怡儿她识大体，知道这大秦的朝政全靠她一人支撑了。武王后和魏夫人出手搭救芈月，一意行事，芈月敏感无内。那是，我们如今是在一条船上了，万事休戚与共。听武王后的意思，是有事要与我商议。是啊，眼前的大事，姐姐以为眼前的大事就是芈夫人把身体调养好，国事家事来日方长。彩萍尽心尽力伺候好夫人。是。别愁眉苦脸的了，喝点水。姑母，我就不明白，这芈月已经在我们手里，开诚布公有何不好？怡儿不要着急，凡事欲速则不达。那芈月是何等聪明人呢？你若见面3句不到就跟他提起遗诏的事情，他一定会起疑心的。既然他眼下已经在我们这儿了，咱们就一定能拿到遗诏。反正他也逃不出这富阳宫。姑母是怎么知道芈月在北郊行宫的？透露这消息的人是芈姝的心腹，他说的话早早可据。我们煞费苦心，就是为了得到遗诏。有了遗诏，我们就可以借此收服人心，号令天下。芈姝那边再猖獗，也拿我们无可奈何。是啊，我华儿如今是诸公子当中实力最大的，又有旧族的支持，再加上这遗诏，无人能与我们抗衡。只不过要想让这芈月心甘情愿地奉上这遗诏，恐怕还得花点功夫。他有遗诏，急切需要有人扶助他孩儿登基。我是王后，华哥哥有兵马，他不靠我们，又能靠谁？所以啊，怡儿不要心急，稍安勿躁。我们要让那芈月知道，从我们身上得到的好处，远远大于我们从他身上得到的好处。芈夫人半途被人掳走，雍瑞有负众望，深感愧疚。这不能怪你。为了先王的遗诏，英夫人已经舍身殉义，你也出生入死，负了伤。那些人权谋百变，我们是防不胜防啊！
雍大人可否看出那半路杀出的兵马是何来历？还不清楚，但肯定不是会后的王军，倒像是公子华的人马，也有可能是其他公子的。我发现米夫人被人掳走，带人厮杀，但终因寡不敌众，眼睁睁看他们逃走。他们定是冲着遗诏而来。眼下诸公子各自占山为王，心怀鬼胎，胜负难定。谁拿到先王遗诏，掌握了米夫人母子，便有了得到朝廷内外拥戴的筹码。既然这些人都投鼠忌器，米夫人应该暂无性命之忧。我等要先打听米夫人下落，再找对策。也只好这样了。夫人，夫人风尘仆仆，车马劳顿，奴婢特备下鲜花沐浴热汤，请夫人享用。知道了。夫人的这只簪子古雅精致，好漂亮啊！你若喜欢，就送给你好了。夫人的东西，奴婢怎敢随意要？夫人，奴婢伺候夫人沐浴吧。奴婢已为夫人准备好了更换的新衣，这些脏衣物就由奴婢拿去洗濯干净后，再给夫人送过来，可好？我这些都是从燕国带过来的旧物。我这人恋旧，衣裳也不例外。劳烦你费心，让底下人轻搓慢洗，千万不要洗坏了。夫人放心。夫人，衣裳拿来了。拿过来。他没有起疑吧？没有。不过他特意嘱咐说，这些衣裳都是他从燕国带回来的旧物，让下面的人轻搓慢洗，千万不要洗坏了。仔细找，肯定在这衣服里面。是，边边角角都不要放过。不用找了，他是在戏弄我们。他若真是在戏弄我们，说明他对我们早已起了疑心。那么眼下，只好开门见山了。妹妹，魏夫人，吴王后，这2日看着妹妹的气色，真是好多了。有魏夫人和武王后的精心照料，芈月自然神清气爽。既然芈夫人身体已经康复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商议正事了。武王后不说，我也正想向你们打听呢。你们是否与雍大人联络上了？说起这事儿，我比妹妹还急呢。派去打探的人说，雍大人那次遭遇的是王军中的禁军，好像还受了重伤。竟有此事？妹妹不必担心，雍大人受伤了，妹妹的事儿就由姐姐来帮衬了。姐姐，这话是何意？你我认识多年，彼此也就不绕圈子了。眼下你我共同的敌人是芈姝，他想要你死，也想让我们死，只有我们联手才有生路。如何联手？我听说会后一直嫉恨你们母子，是因为先王他给妹妹留下了一道遗诏。遗诏？什么遗诏？
妹妹知道是什么遗诏。哦，难道魏夫人说的是那道遗诏？对，就是那道遗诏。它在哪儿？已经被会后烧了。烧了？妹妹真会打趣。我看着她在我面前烧掉的。那遗诏上面说了什么？先王封继儿为蜀侯，并让我跟随继儿一同去巴蜀。哎呀，看来妹妹还是信不过姐姐呀。眼下咸阳城内人人皆知，先王还给妹妹留了另一道遗诏。多少人都是因为那道遗诏而祸到临头的。听说当年就是因为他，会后派人毒杀了患者令穆坚，前日北郊行宫的迎夫人又莫名其妙的被大火烧死了。妹妹，姐姐可是豁上性命来帮你的。世人飞短流长，那些道听途说，魏夫人何苦当真呢？那若没有这道遗诏，你母子二人为什么千里迢迢从燕国又赶回了秦国呢？武王去世，继而回咸阳来祭奠兄长。可是有人真的见过这道诏书。那诏书上写了些什么？先惠文王驾崩后，当传位于公子嬴稷。难道诏书上不是写的这些话？我没有见过诏书，不知道诏书上写了些什么。况且，若真有那道遗诏，我母子当年何至于被人赶到燕国为质，险些死于冰天雪地之中？倘若真有诏书，而且诏书上写的真是这些话，妹妹是不是有些动心呢？白日做梦，只怕不可以当真。妹妹不要误会，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大秦的天下，并非为了自己。武王后和魏夫人到底要芈月做些什么？唉，武王早去，未立太子，已儿怀了身孕，按常理说应该是父子相继。可是眼下男女未知，会后那边又一心要扶持任他摆布的公子壮为新君，这不招来了天下大乱。此刻需要一人来平定乱局。难道魏夫人和武王后竟有意让继儿来做这个王位不成？若能换来大秦天下太平，诸公子罢征，武王后也愿意让出尊位。当然，妹妹也是知恩图报之人，定不会亏待了武王后和姐姐。我猜测魏夫人的打算是助继儿登上王位，以众公子华为摄政。若王后生下王子，当立为太子。妹妹真是贴心呀，字字说的都是我想说的话。我若真有这道遗诏，就照魏夫人说的去办好了。可难就难在，我真的不知道这道遗诏究竟在何处。姑母，糜夫人一时忘记也是有的，假以时日好好思量，定会想起那道遗诏的去处。王后说的是，我是真的想不起来了。若哪一日你们知道那道遗诏在哪儿，千万记得要告诉我一声。
夫人。夫人止步。魏夫人有令，夫人不可随意外出。你们魏夫人已经把我当成囚徒了吗？夫人，这富阳宫外面兵荒马乱的，魏夫人也是为了您的安危着想。